一、二、三，的辣椒，煞白新娘衫，梦境变做真正。粗粗的双手，听阮到这大，幸福人叹送阮来行。欢喜的眼神，参着束缚的背影，不敢藏伫定灵话卡。袂当搁定定踮恁身边来陪伴，是伫咧心头上重的牵挂。炮啊声，催阮着来去行，一双脚千斤重毋轻行。咱写目屎早就已经满。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大家好。今天要介绍同学呢要求推荐敲碗已久的歌曲，这是将会抛啊声。来，我们来看歌谱。来，我们来看歌谱。这首歌作词是黄世友，作曲呢是申有士。好，那这首原唱这是鼎鼎有名的江蕙，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 C 大调那4/4拍子，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啦，4分音符当做1拍。那速度要唱多快呢？1分钟要唱88拍。如果你手上有计时器比如说钢琴在用的哒哒哒等的计时器，或者你有运动有超慢跑，那你可以超慢跑，速度要拉到180，对不对？你可以拉到88这就是我们唱歌的速度啦来，1、2、3，前面要停3拍的休息，第4拍后半拍再下歌，1、2、3。嗦哆哆哆哆，瑞咪西西西，再一次嗦哆哆哆哆，瑞咪西西西，昂昂昂昂昂昂昂，我们咱用讲话嘛是昂昂所以唱歌嘛是昂昂有道是唱歌只是说话的延续怎么说就怎么唱，比如昂昂，我们说话都说昂昂，所以唱歌一定要唱昂昂的辣椒，刷白新娘衫，再一次昂昂的辣椒，刷白新娘衫，梦境嗦啦瑞西那嗦2、3。嗦啦瑞西啦嗦2、3，梦境变做真正，梦境变做真正。嗦发瑞瑞瑞，西嗦咪嗦咪嗦是半拍半拍咪。西嗦咪嗦咪咪，好的咪前第一个咪呢，高加咪，这有这个到这里的这呢有自己是说后面还有个咪半拍，那后面才大大那大1拍嗦嗦来。停嗦发瑞瑞瑞，西嗦咪嗦咪咪，搓搓搓搓，嗦发，这个没有2个不是搓搓，虽然这2个字一样，但是歌音不一样高嗦发瑞瑞瑞，搓搓的双手，
楚楚的双手，楚楚的双手，我是嗦咪嗦咪咪，听阮到这大，听阮到这大，哆啦哆啦嗦啦哆发咪瑞咪瑞哆哆瑞，停。好，幸福来，哆啦哆啦嗦啦哆发咪瑞咪瑞哆哆瑞二三停，幸福红毯上，阮来行。停，幸福，幸只有半拍，福呢有4个音啊，所以这4个音呢，第一个音重一加下一点点，后面呢轻轻的让它过，幸福哦哦哦，不至于要这样子哈，不用这么重啊。幸福红毯上，阮来行。停，好，来，好，接下来呢，好来。欢喜的眼神，参着肃穆的背影，咪嗦嗦啦嗦，咪瑞咪瑞哆啦嗦啦二。欢喜的眼神，这个眼神的神呢，一拍半。后半拍呢，剩下半拍呢，剩下半拍是下一句的那个下歌的地方。咪瑞参着参啊，欢喜的眼神，参着肃穆的背影啊，要嫁女儿了哈，一半欢喜啊，一半感到寂寞，孩子要离开家了，来。咪嗦嗦啦嗦，咪瑞咪瑞哆啦嗦啦，再一次。咪嗦嗦啦嗦，咪瑞咪瑞哆啦嗦啦。欢喜的眼神，参着寂寞的背影。欢喜的眼神，参着寂寞的背影。接下来，唔敢唱伫叮铃话下骹啊，唔敢呢就唔敢讲出来就唱伫叮铃话骹用叮咛来代替这个叮咛的背后呢，就唱着父母的唔甘来，瑞咪瑞咪瑞哆啦哆哆啦瑞二三停，瑞咪瑞哆啦哆哆啦瑞二三停，唔敢唱的叮铃话卡。唔敢唱的叮铃话卡，话话这个话呢有2个转音，哆来哆哆来哆，瑞瑞咪瑞瑞哆啦啦哆哆瑞哆啦瑞，唔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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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的唱，唔敢唱的叮铃话。为卡儿再一次来，唔敢唱的叮铃为卡停，咪嗦嗦嗦啦嗦，哎，同学摇头是怎么样？哦，说的也是。同学说这个歌蛮长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老师你都没有重复的连起来唱，等一下呢，大家只有一句一句接不起来，也是了。来，我们从头来。红红的辣椒，刷白新娘衫，梦境变做真正儿。再一次，红红的辣椒，刷白新娘衫，梦境变做真正儿。赞。楚楚的双手，听阮到这大。再次来，楚楚的双手，听阮到这大。幸福红毯上，阮来行。停，幸福红毯上，阮来行。停。来，接下来呢，欢喜的眼神，参着寂
薄的背影，不敢藏伫定灵话卡。停，哎，欢喜的眼神来，欢喜的眼神，参着束薄的背影，不敢藏伫定灵话卡。停。咪嗦嗦啦嗦，咪瑞哆哆啦哆啦嗦啦，咪嗦嗦啦嗦，咪瑞哆哆啦哆啦嗦啦，袂当搁定定，踮恁身边来陪伴，袂当搁定定，踮恁身边来陪伴，啦瑞咪。啦瑞咪，啦瑞咪，哎，瑞咪是带在心头，这个瑞咪呢前短后长。啦瑞咪，瑞咪瑞哆啦，啦啦哆哆瑞哆哆，再一次，啦瑞咪，瑞咪瑞哆啦，啦哆哆瑞哆哆，是在咧心头上重的牵挂，是在咧心头上重的牵挂。哎呦！没气了，哎，这首歌还蛮长的哈，所以呢，碰到呢太长的句子呢，我们就要提前准备，怎么样？换气啊，来，袂当搁定定来，袂当搁定定，踮恁身边来陪伴，是伫咧心头上重的牵挂。接下来就进入副歌啊，这首歌呢，因为比较长啊，所以这个副歌呢，我们明天再找时间给大家来练唱啊。我们先把主歌给它唱好，来，我们刚刚逐字逐句的来唱过第一行，来，我们现在来把这个第一行的主歌一把它通通连起来，等一下再来唱主歌二，来，1、2、3。红红的辣椒，刷白新娘衫，梦境变做真正。粗粗的双手，听阮到这大，幸福红毯送阮来行。停。欢喜的眼神，参着束薄的背影，不敢藏伫定灵话卡。停，袂当搁定定，踮恁身边来陪伴，是伫咧心头上重的牵挂。这样子呢，主歌第一行就唱完了。来，我们来唱第二行歌词。来，第二行歌词呢，这个偶行前面呢，前面来我看一下这个，来这边这里呢，最后一句呢，别条有爱，虾米拢唔惊唔惊唔惊就这样哎。就这样别条有爱，什么拢唔惊，这是第二遍啊。我们唱第一遍的时候呢，街头跑一声又一声，2、3停接下来间奏5小节，然后停停停，要反复嗦。第一个音是嗦，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音昂昂啦声也是嗦所以第一个音呢是嗦而且呢行练习走路了哈，嗦哆哆哆哆行叫阿爸，来再来一起来1、2、3，行叫阿爸。哦，像囡仔歌，囡仔一个框框，四方形的框框，下面一个儿子的字呢，囡仔小孩子像囡仔歌，学唱儿歌啦来，行叫阿爸。
像囡仔歌，情景敢若昨日啊，昨日。啊，就是昨日啊，这个是文音，文言文的音啊。你别唱昨日啊，昨日我也有同学是唱昨日啊，可是昨日不是前天吗？啊，那他像那这样子啊，昨日应该是就是以前的日子了哈。可是你如果唱昨日啊，昨日那就是那个我们台语昨日是前天，所以唱昨日应该不对啊，应该唱昨日啊，昨日那就是什么？就是前天啊，就是前一天啊，昨天就是昨天啊，所以应该是把它念成文言音，念昨日。好，来。黑囝叫阿爸，黑像囡仔歌，黑情景，黑像囡仔歌，情景敢若昨日啊，昨日啊，变做真正。当唱第一行的时候，金有转音；第二行的时候，昨日。啊，只有一个日是个促音，是个短音，所以它只有一个音啊、哦，它没有这个两个滑音。那这边呢，哈，这个这个情景干呐啊，干呐好像了哈，干呐就是好像。那第一遍的时候，梦境变梦境变最真正啊啊，那因为变只有一个字啊，现在你要唱两个字嘛啊，对，你就要唱快，把它变成瑞瑞情景。敢若昨日啊，落落的身影，落落梳化，落落的身影，听阮若是命，听阮若是命，爱惜的相片，扎着一大塔儿山亭。来落落来，梳化瑞瑞瑞来，落落的心影，听阮那是命，爱惜的相片，扎着一大塔儿山亭。好，来。把歌谱拉上来，原谅查某囝，感恩有孝到一半，一起来。原谅查某囝，感恩有孝到一半，做人牵手，人生要来行。停，做人有滑音哦，做人牵手。手，做人牵手，人生要啊，哆来哆啊，来行来，做人牵手来，做人牵手，人生要来行。停，过来呢，上烦恼阿爸，寂寞唔敢讲出声，咪嗦嗦啦嗦，咪来哆哆啦哆啦嗦啦，上烦恼阿爸，寂寞唔敢讲出声，来，上烦恼阿爸，寂寞唔敢讲出声，那瑞咪。啦瑞咪瑞咪瑞哆啦啦哆哆瑞哆哆，思念思念阮的歌，阮随时转来听。第一遍的时候，牵挂哎。牵哆瑞哆要拉长半音才唱寡，那第一遍呢啊，第二遍呢随时等来听，哎，这个听在正拍，在前半拍的时候就加了哈，所以请要注意一下。来，上欢乐阿爸来，上欢乐阿爸，小宝唔敢讲出声，思念阮的歌，阮随时转来听。然后接下来就啦哆哆哆，啦哆哆哆哆哆，跑啊声，哎，这个我们听江辉都就跑啊声，哎，所以我就加了滑音在这里啊，跑啊声，
抛啊下，抛啊下，哎，抛啊这两个音呢，那两个字呢，你一半我一半，啊是一样的长啊，抛啊下。好，来，我们这首歌呢，哈，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前段，后段的哈副歌的部分呢，明天再来给大家介绍。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其实蛮长的哈，蛮长，后面还有这么长呢。这个我如果当做一个影片呢，来把它录完呢哈，那怕会很长哈，这个影片会很长，大家一次要把它读完也很辛苦。好，我们今天这首《桃花虾》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欢迎大家到这个 YouTube 频道给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订阅按赞，别忘了要打开小铃铛哦还有这个影片的下方呢影片下方有一个超级感谢，欢迎给他按下去，给岳云老师抖内给我赞助，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继续给大家制作好听的这个教唱的影片呢，好听的歌曲也给大家演唱好听的歌曲。来，今天泡花香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